大家好，我係 Jason。我今次係第一次拍 YouTube 牌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多多訂閱呢一個視頻。接下嚟我就玩 Roblox， 你估我就會同朋友玩 Roblox。大家好，我叫做明陽，我今日要同君怡一齊玩 Roblox。跟住我哋就玩競爭者。大家嘅見我都入緊啦。首先我哋要介紹競爭者係點玩先。其實我都已經玩過啦。我都係。OK， 跟住有咩人跟我嚟啊？我跟緊你。你行落嗰個位置啊，啱啦。我會知啊。玩競技場啊，首先。分手就話。大家我就會教你點樣射擊，點樣瞄準，點樣入子彈，點樣自己裝。我就玩散彈槍。大家你撳左上角咧有個眼噶嘛，你撳2次佢，你就可以教成第一人稱。喂，唔好射住啊！跟住咧，你見到右邊嗰度有個瞄準鏡嘅，你撳落去就可以瞄準。跟住有跳躍，跟住閃過去，同埋射擊子彈，同埋換子彈。跟住咧，你知唔知點解我可以自己射擊？因為我裝咗自動射擊。OK， 跟住咧呢一個遊戲就大約係咁玩咯。但係我建議新手咧就可以買散彈槍。出下聲啦，明陽。好啦。咁我而家用嚟演示下 Rival 嘅刺激感。咦，你喺邊啊？咦，唔見你嘅？走啦，我喺度彈跳啊，同佢近戰。喂，可以唔使讓我住。嚟，我就玩太短啲嚟同你玩。你信唔信我攞 RPG 炸爆你啊？我不信，我信你個鬼！唔嘅啫。喂，啊！有錢啊！